來繼續來看馬英九基金會日前大動作發布着人事變動，講前執行長蕭玉吟甲王光蘇已經喺2月底來離職。昨尾馬英九辦公室閣發新聞稿，講因兩個人嚴重違反着財政紀律，會送請司法機關來調查。根據着週刊的報道，頂個月25號，馬英九基金會新春團拜。馬英九的親信金溥聰有帶人到現場，甲這個王光蘇有口落。講上主要的原因是馬英九掌握着線索，有人利用馬英九辦公室的名義佇中國做一寡代志。蕭玉吟針對着指控是強調講，伊家己清清白白。在政壇以來，一向清清白白。我從總統府以來，從來沒有經手過錢。所以，請問有什麼樣財政紀律的問題？我也非常的好奇。時任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的國民黨副主席蕭玉吟為人事風波親身出面解說這期，因為最近辦公室內部吵吵鬧鬧，佮佮佇咧一禮拜內小連續發聲明，除了宣告核心幕僚換人，嘛點名蕭玉吟和前員工王光蘇兩人言論和行為未當代表前總統馬英九的立場。我永遠感謝馬英九前總統的栽培。他對我有恩，即使我會遭到一些誤解，我也會願意繼續的維護馬總統以及他的家人。為去感謝馬英九的虔誠，甘那嘛表達留法委屈。根據週刊報道，佇咧2月25透早10點，當時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帶領陳保鏢和一位律師，閣有一位工作人員，常常出現佇咧馬英九的基金會，嘛是要弄入王光蘇的辦公室，兩邊敢若 QQ 熱熱。王光蘇閣較真事激動，大聲話你甲我的手用甲紅去遐。蕭玉吟嘛聽到冤家聲音，遂趕過去了解。金溥聰就歹聲少強調，維護馬英九親筆簽名的委任書。要求蕭玉吟和王光蘇遂解職，看兩派人馬堅持，前董事各發條介入收錢。佮講恁若是隨時執代志，就到這準拄煞。傳出馬英九嘛來到現場看，說敢若看看現場就遂挖過最早。蕭玉吟落尾嘛決定離場。金溥聰是我的老長官哦，凡事留一線，他參與的細節你們要去問他。真心保護馬總統的人。不要心痛仇快。這個問一下麻煩嘛，好吧？這個我真的看媒體也知道。國民黨家己人真相嘛看袂清，如今馬英九辦公室內部的分裂鋪上台面，人事爭議繼續炭燒。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